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要嚟深度導讀一本喺精品咖啡界地位極高，甚至可以話係教科書級別嘅著作 Scott Rowell 嘅咖啡教父史考特烘頭實作聖經 The Coffee Roaster's Companion。喺精品咖啡呢個圈子，如果你想由興趣踏入專業，你一定會聽過 Scott Rowell 呢個名。喺佢出現之前，烘頭係一門好神秘、好靠師徒傳承嘅藝術。以前嘅師傅會同你講，你要聽聲，你要聞味，你要憑感覺去收火。雖然呢啲感官經驗好重要，但問題係佢好難被複製，亦好難被優化。Scott Rowell 嘅出現，徹底將烘頭變成咗一門科學。佢利用數據記錄、熱力學原理同埋大量嘅實驗，總結出一套全世界通用嘅烘焙邏輯。今日我會用極長嘅篇幅，由底層物理講到實戰操作，帶大家行一次呢本聖經。第一部分，烘焙的物理本質，熱能傳遞的遊戲。喺進入嗰啲出名嘅定律之前，Scott Rowell 先要求我哋明白一個底層物理事實：咖啡豆係一個極差嘅熱導體。乜嘢意思？你要想象咖啡豆係一粒微型嘅木頭，當你將豆掉入幾百度嘅烘豆機滾筒入面，熱力係由外部向內部逐層傳遞，豆表受熱快，豆心受熱慢。如果熱能傳遞唔均勻，你就會得到一粒外面已經焦糖化過度，但入面仲係生澀嘅豆。呢個就係所謂嘅開發不足。Scott Rowell 指出，烘焙其實係三種傳熱方式嘅博弈：一、傳導 conduction， 豆仔接觸到滾筒金屬表面；二、對流 convection， 熱風吹過豆表；三、輻射 radiation， 滾筒壁或者發熱管散發嘅遠紅外線。現代精品烘焙趨勢係高對流，因為熱風可以更均勻咁包圍豆仔。但 Scott Rowell 提醒我哋，無論你用咩機，核心目標得一個穩定、可預測嘅能量傳遞。第二部分 Scott Rowell 三大烘焙定律 The Three Commandments， 呢三條定律係全書嘅靈魂，亦係 Scott Rowell 理論最受爭議，但亦最受推崇嘅地方。第一定律，初期熱能必須充足 Sufficient early heat。好多新手驚燒焦豆仔，一開始入豆 charge 嗰陣火力開得好細。Scott Rowell 話呢個係大錯特錯。佢認為烘焙嘅頭段由入豆到回溫點再到轉黃點，係為成場烘焙打底。如果初期熱能唔夠，豆心入面嘅壓力就建立唔起，水分排唔走。如果你發現你嘅烘焙時間拖得好長，例如超過15分鐘，飲落去好似麵包皮或者穀物味，呢個就係所謂嘅 bake 焗豆。你要喺頭段俾足夠嘅動能，令豆仔有足夠嘅勢能去衝過之後嘅化學反應區。第二定律 raw 必須始終保持下降 constantly declining raw。 呢條係 Scott Rowell 最出名亦係最硬核嘅定律。Raw rate of rise 指嘅係每分鐘或者每30秒豆溫升高咗幾多度。Scott Rowell 堅持由回溫點 TP之後 RR 曲線必須係一條平滑持續向下嘅斜坡，佢唔准條線平衡，更唔准條線反彈。點解要下降？因為隨住烘焙進行，豆仔嘅水分越來越少，吸熱能力下降，如果火力唔減，豆仔會受唔住。點解唔准反彈？如果 raw 喺中後期升返上去 flake 會令焦糖化反應失控，產生苦澀炭燒味。點解唔准停滯？如果 raw 跌到0或者太接近0 ，store 化學反應會中斷，甜感會消失，風味會變得很悶 flat。呢條定律要求烘豆師對火力有極強嘅預判性。第三定律，一爆時機與發展比例 First crack and DTR。 一爆係咖啡豆生命中最重要的時刻。Scott Rowell 認為一爆發生的時間點以及之後的發展時間 Development time 必須要精確控制。佢提出咗 DTR Development Time Ratio 嘅概念。 DTR 等於發展時間總烘焙時間。佢建議嘅黃金比例係20%到25%。雖然呢個數值依家有好多唔同流派挑戰，但 Scott Rowell 嘅邏輯係 DTR 太短，風味唔成熟； DTR 太長，風味被磨平。Malted 呢個比例係維持批次穩定性嘅重要指標。第三部分，攻克一爆噩夢 Flick and Crash 深度解釋。
呢部分係全書最精彩嘅實戰指南。Scott Rawl 詳細解釋咗點解大多數人畫唔出一條順滑嘅 raw 曲線。當豆仔進入一爆嗰陣，會發生兩件物理大事：一、水分大量蒸發 （endothermic flash）。一爆係豆仔細胞壁爆開，入面嘅水蒸氣大量噴出，水變氣要吸熱，呢個動作會帶走豆表嘅熱能，導致豆溫上升減慢。ROR 突然斷崖式下跌，呢個就係 crash 暴跌。二、放熱反應 exothermic reaction， 水蒸氣噴完之後，豆表變乾，加上豆入面嘅纖維斷裂，會釋放熱能。如果你冇減火，ROR 會喺一爆後期突然彈起，呢個就係 flake 飆升。Scott Rawl 嘅解決方案：提前防禦。佢教我哋唔可以等 crash 出現先加火，亦唔可以等 flake 出現先減火。喺一爆前大約1至2分鐘，你就應該開始階梯式減火。當 crash 準備出現嗰陣，你反而要稍為增加風門或者維持一定火力，頂住個跌勢。當一爆進行緊，準備入二爆前，你要再次大幅收油，防止尾段 flake 毀掉整鍋豆。呢種預判性操作係區分頂級烘豆師同業餘玩家嘅分水嶺。第四部分，化學變化的奧秘，梅納反應與焦糖化。Scott Rawl 喺書入面唔單止講物理，仲講咗好多化學。一、梅納反應 Maillard reaction， 由轉黃點 yellowing 開始到一爆前，呢個階段係產生香味前體 precursors 嘅關鍵。如果呢段時間太短，酸度會太過尖銳；如果太長，風味會變得平庸。二、焦糖化反應 caramelization， 由一爆開始，呢個階段決定咗咖啡嘅甜感同 body。三、水分遷移 moisture migration，Scott Rawl 強調烘焙其實係一個除濕過程。如果你除濕唔均勻，豆仔內部殘留水分太多，放2-3日之後，豆仔內部就會開始自負，風味迅速衰退。第五部分，數據化烘焙 Artisan 與測色儀。Scott Rawl 係最早推廣數據記錄嘅大師之一。佢認為如果你冇一個軟體好似 Artisan 或者 Cropster 去記錄每一秒嘅溫度變化，你根本唔算係喺度烘豆，你只係喺度碰運氣。佢喺書入面提到幾件重要嘅工具：探針 Probe， 探針嘅粗細好重要，太粗反應慢，太細雜訊多。佢建議用3毫米左右嘅快速反應探針，咁樣你見到嘅 raw 先係真實嘅。測色儀 Color Meter， 唔好靠肉眼睇顏色，肉眼會受環境光影響。佢建議用 Actron 等級嘅數值嚟標注焙度。內部顏色豆粉同外部顏色豆表嘅差值 Color Spread 可以反映出你嘅開發度係咪均勻。第6部分，對現代烘焙的影響與爭議。雖然呢本書被奉為聖經，但 Scott Rawl 嘅理論亦引起咗好多討論。例如 DTR 20%呢個數值喺依家嘅極淺烘焙流派，例如北歐風，好多人會將 DTR 縮短到15%甚至12%嚟追求更極致嘅花香同果酸。又例如持續下降嘅 raw， 有啲烘豆師認為喺中段稍為平移 flat raw 可以增加咖啡嘅 body。但 Scott Rawl 嘅回應係：你可以挑戰我，但你要有數據證明你嘅做法係可以穩定重複嘅。佢最討厭嘅係隨機性，佢嘅理論係為咗俾烘豆師一個安全嘅起點。第7部分，總結與啟示。讀完 Scott Rawl 嘅呢本烘豆實作聖經，你會發現佢其實唔係教你一套配方，佢係教你一種思維方式。一、尊重數據，直覺會呃你，但熱力學曲線唔會。二、預判勝於反應，好嘅烘豆師係喺問題發生前就解決佢。三、追求重複性，如果你烘出一鍋神級嘅豆，但你唔知點樣烘返出嚟，咁嗰次只係意外。呢本書嘅最後一章講得好好，數據係為咗回歸感官。我哋畫咁多條線，烘咁多數據，最終目標唔係為咗睇條曲線幾靚，而係為咗杯入面嗰陣味。當你可以穩定咁控制 raw 嘅時候，你就贏得咗創作嘅自由。你可以精準咁調整酸度、甜度同苦度，而唔係被部機器帶住走。第8部分，導讀結語。
如果你係一個剛剛買咗烘透機嘅新手，我強烈建議你買返呢本實體書，書入面啲圖表，關於排風系統嘅設計，關於入豆量與熱慣性嘅計算，全部都係金礦。雖然依家嘅咖啡界百花齊放，有好多新嘅機器、新嘅處理法，但 Scott Rawl 建立嘅呢套底層邏輯，依然係所有進階者嘅基石。明白咗物理規律，你先可以打破規律。希望今日呢個超過5000字嘅深度導讀，可以幫大家掃清一啲對 Raw 同 Scott Rawl 定律嘅迷思。下次你坐喺烘透機面前，睇住 Artisan 條線起伏嗰陣，希望你會諗返起今日講嘅能量預判同順滑下降。多謝大家嘅收聽收看。如果你鍾意呢類深度導讀，記得話我知。我哋下次再見。